听到死时啊，唔知影咧拄久吼，唔知咧困还是咧拄久拢唔知啦吼，还是听有拢唔知啦吼。所以讲的是呢，拄啊借用着即个中头的时间呢，来即个咱的国家来研究提供给咱的精神。所以讲吼，咱的精神一定爱是从我说来听的道理，你听经典呢有较深吼，听经典有较深。这圣人经过呢，这吼真实在因所行过到这是2000多单，大家下身呢，甲要提起咧讲，这就是真实际啦吼，百听不厌啦吼，百听不厌就对啦吼。所以讲下身呢，讲书嘛用真正大的苦心啦，安尼研究吼，自从圣人吼的迄个经验看互详细搁经过呢，有当时啊吼，几啊个月的迄个研究再爬在遐讲点偌钟啦吼，拢是千里公平同在一条啦安尼啦。所以讲吼，拍拼几啊个月呢，因为要做大吼，大家拢会诚谨慎，但是又是会紧张，伊咧讲的道理较谨慎。像讲吼，这圣人的道理有当时我行去甲估唔对去吼，就害大家害大家。有当时吼，一言可以定国，一言可以双爆。有当时吼，讲话过心嘛足济，会晓讲话唔公平，袂晓讲。